如果話言承旭 Jerry 係其中一位最錫 fans 嘅藝人，相信冇人反對啦。睇佢星期六出席活動，一路行上台，完全冇睇路㗎，對眼淨係望實啲 fans， 有時仲會握埋手添。之後上台玩遊戲，握手變攬腰加咬耳仔，擊掌就變抱抱。婆婆 fans 更加攬到實一實。其他嘅廿指緊扣，雞啄唔斷，連同 fans 嘅老公都咁好傾，唔怪得佢哋話。多謝晒。今日開唔開心啊？好開心，真係好開心，好多嘅朋友好耐冇見，係啊。有啲婆婆咧，啲 fans 派。係啊，啲婆婆好感動哦，令我好感動。佢哋喺耳邊同你講咩啫？講要我就是照顧自己啊，然後就是希望我可以常來香港。人家說他太久沒有看到我了。咁有冇女朋友或者個感情生活嚟？而家等你介紹咯。哇！